力有较差，你有感觉无？即摆咱拢看啥？看手机对无？看平板，看液晶电视，咱即摆敢若是一个看的时代，吼，用眼睛视觉看的时代。但是咱老一辈的长辈，因听的能力实在是真好，吼。你捌听过人广告无？吼，广告敢有互你看到物件？无呢。但是古早人咧广告的时阵，即个说书人咧广告吼，听的人伊的头壳内底会有啥物？会有景象呢？哇，这实在是真奇妙。听的时阵，伊的脑海内底有一个画面，有一个图面。伊无一定爱看到物件，伊听嘛会当真有印象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请问，听是用什么器官来听？用耳孔吗？只有用耳孔吗？佮有用啥物？用头壳吼。有人讲，即个听就是即个声波传去到脑部嘛，啊，恁脑内底就赋予它意义，吼，你就有即个画面，有即个印象安尼吼。啊，佮有用啥物听？用心来听呢？敢若用头壳来听，敢若停留在思考，敢若停留在理智的部分，你的感情、你的态度、你的心在听，这个较要紧。所以头一项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。今仔日即个圣经甲咱讲，耶和华的话真稀罕，就是真少。这表示安那？迄个时阵的人，因无听，也是讲听一半，吼，听一半甲无听，敢若嘛无啥物差，对无？对遮听，对迄边出去。吼，迄个时代虽然有祭司以利，但是圣经讲无定定有启示。即个宗教的领袖，伊的角色敢若无发挥，吼，特别伊即两个囝实在真匪类真害。即两个囝嘛是祭司呢，就敢若今仔日的即个牧师也是长老共款，但是因的行为无正直。你若去看圣经头前所讲，因就是中饱私囊，借着因家己是祭司的地位，去即个乌西，甲百姓安尼强取豪夺，甚至是惊奸因无按照上帝的命令，所以上帝已经警告过即个祭司以利，但是因两个囝。无彻底来悔改，也是讲即个做爸爸的人，伊无甲因严甲因管教，所以伫即个社会内面，虽然有限制，有即种宗教的行为，但是因为这祭司的无好的行为，递到上帝的信息真少出现，有真密切的关系。所以对伫即个两个歹囝来讲，因可能是无听上帝的话；对伫即个大祭司以利来讲，伊可能是甲上帝话听一半，吼，也是讲伊无彻底来执行，彻底来管教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即款的问题会有产生啥物款的效应？这互人抓准讲上帝的话会当打折啊，上帝的话会当打7折、打5折，凊彩听听的就好啊，吼。对伫迄个时代的基督徒来讲，迄个时阵的信徒来讲，看到这些安尼上梁不正安怎，下梁歪。所以对于咱今仔日来讲，对现代的基督徒来讲，咱敢会甲上帝话当作是耳边风，还是敢若听一半，还是选择性的遵守？这是咱爱去思想的一个代志。咱是毋是有认真面对上帝的话，佮家行出来？这拢在检验咱的态度，毋通听一半，还是无听。第二项要分享的是，即个撒母耳伊困伫倒？圣经讲伊困伫倒？困伫伊的卧室吗？毋是呢，伊困伫倒？伊困伫圣所呢？敢若伊困伫教会内底共款。所以第二点要甲咱分享就是讲，撒母耳困伫圣所的内面，在甲咱讲，忠心的听是服侍的头一步。忠心的听是服侍的头一步。经文描写着讲，上帝的顶，上帝的即个火，伫约柜遐还未花的时阵，撒母耳伊就困伫附近吼。那照迄阵会务的规定，即个灯爱对暗时爱点到天光吼。啊，若灯还未花，表示天安那还未光吼，是伫凌晨的时阵。但是撒母耳伊困伫圣所的内面，这有一点仔奇怪哦。一个少年家吼，一个小朋友，
伊准讲伊是一个实习的一个小祭司，但是伊嘛困伫圣所，敢若嘛怪怪呢。圣所爱啥物人才会当入去？爱祭司才会当入去，对无？你莫讲囥约柜的至圣所，迄是大祭司一年才会当入去一遍。所以撒母耳伊若会当困伫即个附近，会当看到即个约柜的灯，表示伊甲约柜真接近。这毋是咧讲迄阵伊无房间通啊困吼，这是咧讲，这咧表达讲伊真忠心咧固守会幕，真忠心咧服侍上帝。啊，哥，你敢会感觉撒母耳实在是一个真古意的囡仔？吼，伊3摆走去伊的先生遐，吼，咧甲伊问，伊嘛无责怪他，你是毋是耳孔伤重啊？还是你是毋是寒面啊？吼，伊真忠心，真积极来到伊的老师的身边。所以对撒母耳来讲，请问伊听到上帝的话是对啥物时阵开始？恁感觉伊听到上帝的话是对啥物时阵开始？是对迄个时阵吗？有人感觉讲是上帝呼叫伊的迄个时阵，这无毋对，但是无够完整吼。圣经学者就讲，伊即段的记录，毋是迄种轰轰烈烈呼召先知的即种的模式，嘛毋是迄种看到异象的模式，是伫真平凡的内面。会不平凡，所以当讲撒母耳伊真正听上帝话是对啥物时阵开始？是对伊细汉开始，搁较细汉的时阵开始，对伫伊生活的时阵来开始。伊听上帝话是对日常生活开始的。你若是去看即个听吼，希伯来文的听真趣味吼，什么即个字吼，表示有听谈的意思，吼，听从的意思，吼，听谈。所以上帝伫撒母耳咧大汉的过程当中，伊真注意咧看即个囡仔，伊敢有受到伊哩两个歹囝的影响？伊敢有用心来学习？伊敢有保持纯洁的心？这才是伊受拣选的原因。所以伊有听伊哩的教导，伊有听上帝的话，听上帝的律例，听上帝的规则。这才是伊真要紧的所在，伊应对的态度很正确，伊的态度实在是真正确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知影，伫上帝拣选人进前，已经在听其言，观其行。所以忠心的听是服侍的头一步。咱定定伫真侪事工的时阵，咱拢埋头苦干，咱拢真拍拼咧做，这无毋对吼，真努力咧做，真温勤咧做。真落落在服侍，但是上帝爱咱安怎？先听，听是第一步。先听上帝爱咱做啥物？我捌听过有一个牧师吼，伊咧做某一个机构的董事长，伊咧就任的时阵，伊就讲，伊家己毋是董事长，吼，伊上侪是干事那定吼。董事长是啥物人？伊讲董事长是上帝，吼，伊是。干事伊是执行长，伊爱听头家的吩咐吼，听实在是真无容易的功课。罗马书第10章甲咱讲，信是出伫听，听是对基督的言语。雅各书嘛甲咱讲，听着紧，讲话着慢，受气也着慢。好，咱华语讲要快快的怎么样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听实在是。真要紧的服侍，那听毋若是服侍的头一步，听甚至是上重要的服侍。你会记即个马大甲玛利亚吼，毋是咧比较因两个讲啥物人较好，啥物人较毋是。但是玛利亚伫耶稣的脚前，坐伫遐听伊的道理，伫遐体贴伊的心意，听实在是真要紧的服侍。伊伫服侍耶稣，伊用听来敬拜上帝。第三项要甲大家分享的是，上帝对撒母耳来讲话，伊今仔日嘛共款透过圣神、透过圣经对咱来讲话。头拄有大家问吼，上帝甲撒母耳呼叫几遍？3+1吼，4遍吼。撒母耳一开始可能安尼，搁安尼睡眼惺忪安尼吼，困无饱安尼吼，了准是伊伫咧甲叫，上帝先呼叫伊3遍吼。毋若是讲。
很重要，所以说3次。好，嘛是咧确定讲，这个撒母耳伊是毋是有清醒啊？好，他是不是醒了？哈，你知影咧，人咧骂谁的时阵是头脑是不清楚的哈。上帝要确定伊是毋是已经清醒，已经精神，会当领受上帝所传予伊的信息。啊，这个撒母耳嘛，真正是一个负责、真听话、真反应真紧的囡仔。真趣味哦，上帝的声音吼，我咧想，可能甲即个伊利有一点仔像吼，吼，无伊的声若是亲像邓丽君的声，啊伊就感觉足奇怪哦，啥物人咧甲我叫安尼吼？所以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声一定是伊真熟的声吼，真熟悉的即个音调来讲话，袂甲伊吓惊，互伊伫一个准备好的心情、准备好的情绪，真恭敬来听。过来要请问大家。真侪人认为讲过去上帝拢对百姓讲话啊，今仔日的，你感觉上帝今仔日无咧讲话的人，请你举手，拢无吼。你感觉今仔日上帝有咧讲话的人，请你举手。有搁较侪人吼，请放下。小弟呢，你当时听到上帝讲话？对啦。无毋对，上帝今仔日虽然真少用讲话的方式，伫人的耳孔边讲话，用语音的方式，还是用视讯的方式来讲话，但是伊今仔日所要讲的话，拢伫倒位？拢伫圣经的内面嘛，伫你祈祷的时阵嘛，上帝拢已经甲你留言啊，甲你贴文了，你毋通已读不回嘛，你毋通当做垃圾邮件啊。甲伊删除啊！吼，上帝对撒母耳讲话，今仔日犹原透过圣神对咱伫讲话。上帝话拢写伫遮。搁较重要的，今仔日有圣神的同在。上帝伊毋若留言呐，伊根本就甲整个的电信公司的主机放伫你的心内，伊甲圣神放伫你的心内。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关系。咱需要圣神的光照，咱才会当。圣经才读有嘛，吼，咱嘛需要对圣经内底需要圣神帮助咱，互咱会当行出来，明白圣神的心意、圣神的声。所以伫列王记上卷19章又讲，伫耶和华的面前有大风、有地动、有火焰，但是耶和华敢有伫遐？耶和华无伫遐，耶和华伫对，伊伫真微细的声音。细微的声音，所以如果咱普通时咱有在亲近上帝的话，咱当然会当伫真乱的声音内底、真乱的价值观的内底，去听到伊真细微细的声音、细微的声音。吼，上帝轻个细的声音，吼，台语翻了真水吼，轻个细的声音。上帝的圣神，伊当然会当用真大声的方式来甲咱呼叫，来甲咱喊话。但是可能会惊到咱对无？所以伊用轻个细声对咱讲话，伊嘛要求咱认真来听，认真来分别，来慢慢来想，即个真实的声要讲啥物。另外一方面，过去遮以色列人因是要安怎去分别真的先知甲假的先知？吼，就是讲看啥物人会当听到上帝的声，吼，看啥物人会当听到上帝讲话。也是讲行神者讲语言，吼，神者就是一个sign，一个记号，代表讲啥物人会当行神者，就代表讲啥物人讲的话是真的，代表上帝同在。但是亲爱兄弟，咱今仔日的基督徒，咱毋免搁去求遮个神者，因为神者本身毋是上帝，神者是代表上帝的同在，是指向上帝。耶稣讲我就是上大的神者。圣神伫你的内心，就是上大的神者。你毋免去追求遮个特会，也是讲啥物特会讲员讲爱某一方式才会当听到上帝的声无。今仔日你若愿意，互圣神来带领，上帝透过各种的方式对你来讲话。伫礼拜四的时阵，我有写 email 互我的师大博士班的老师吼，我的指导教授，我甲伊讲我新人因要毕业啊，吼，过来要授派。所以师大博士班迄边的课业要先暂停，要先请育婴假呢吼。啊，我足惊我的老师的吼，
我的老师是林宗杰老师的同学，吼，伊就知影吼，足歹吼，足严的吼，会甲阮即个退报告迄种的，会把我们骂出研究室迄种的老师，真歹真严吼。啊，我写 email 互伊，我足惊互伊骂吼。啊，我甲即个代志甲我一个学长讲，吼，伊嘛是基督徒吼，伊就用一段经文替我来祈祷，我读华语吼，伊箴言29章25节，伊讲惧怕人的陷入网罗。唯有倚靠耶和华的，必得安稳。啊，伊用来为我来祈祷，即句话真安慰我，真鼓励我。我的心就切一个，讲对啊。就算讲去老师骂个安怎？老师因为疼你，才会甲你骂嘛。老师因为关心你，才会甲你骂嘛，吼，才会甲你念啦，吼。就算讲去老师骂甲臭头，嘛爱知影讲，咱是上帝所疼的啊，咱是老师所疼的，嘛是上帝所疼的。老师因为关心学生，才会甲你责备嘛，所以无论如何，一定爱活伫听的内底。感谢主，后来我写 mail 了，老师就甲我回信。恁想，伊甲我骂，伊无呢，伊甲我鼓励呢，吼，伊甲我鼓励，佮叫我讲有闲去找伊，吼，有闲去找伊。我老师实在是真严，我昨昏徛倒摆经过，我有看到伊吼，远远的还不太敢相认安尼吼，我要甲伊约时间来找伊吼。啊，真趣味，我即个学长伊甲我回信了。伊个我讲啥？伊讲叫我吼后礼拜为伊祈祷，因为换伊要去找老师。吼，所以上帝透过三文尼讲话，伊嘛咧对我讲话，嘛咧对迄个学长讲话。圣经甲平这拢会对咱来讲话，一定爱活伫听的内底。所以各位来讲，咱的教会已经进入60周年啊，是一个新的时刻。咱要安怎来听上帝的声咧？要安怎来听上帝的话语？你想看觅，若是咱的遮先辈，咱遮的长辈，因古早是凊彩听听的吼，即个随便听一听。咱今仔日袂伫遮，因就是听到迄个福音的福音的呼声、福音的需要、社区的需要，因才会伫公园伫遐办野外主日学嘛。因听上帝的声，所以上帝的话咧，甲咱提醒，伫今仔日。敢若嘛是价值观真混乱的时代，上帝的话看起来敢若嘛是真稀罕、真少。但是其实是因为欠缺实践的方式，欠缺实践的关系，咱应该爱甲上帝的话听入去，甲伊实行出来，毋通无听，也是讲毋通听一半。咱应该爱学习撒母耳的专注、专心、甲热切。我甲大家分享，咱咧做，即摆咧做纪念刊对无？吼，我咧即个访问昆阳伯、昆阳兄弟的时阵，吼，伊有讲，伊个囡仔洪昌吼，会甲伊挑战呢。吼，洪昌会甲伊讲吼，阿公，我做礼拜吼，我没有迟到哦，啊，你也不可以迟到哦。所以因两个拢是上早来的吼，洪昌永远拢是第一名伫主日学的，咱的昆阳兄弟拢是头一个到伫即个咱的。礼拜堂的内面，这是一个真积极的精神，真活泼的精神。我伫访问詹长老的夫妇的时阵，嘛讲詹长老甲长老娘的时阵，伊嘛有讲，伊讲生活爱用教会做中心，教会毋是俱乐部，毋是 club， 但是教会生活用教会做中心，毋是讲你完全拢甲时间拢无智慧、无安排，拢甲伊放伫教会，毋是即个意思，是咧讲你爱去想。上帝伫即个地区有啥物款的心意？你爱去听，你爱去想，咱的家庭要安怎会当军队即种的意向？要安怎伫生活的内面，嘛会当见证你的信仰？过来，我伫访问咱的牧师娘的时阵，廖牧师娘的时阵，今仔日咱所看，撒母耳困伫圣所对无？困伫礼拜堂对无？我想到。较早旧礼拜堂的时阵，咱的牧师的家庭真正是困伫教会呢。但是迄个时阵是因为空间无够。咱的忠诚哥捌讲，伊捌困伫讲台呢。困伫讲台这虽然原因无啥共款，但是态度是共款的。咱的老牧者真忠心、真尽力咧服侍上帝。伊会当去大间教会啊，伊会当去较好的所在啊，但是伊伫咱即个所在，真经是上细间的教会内面。带领大家来听上帝话。最后，
头拄有讲圣神甲圣经，今仔日有缘对着咱来讲话。有时阵咱的生活伤过头无用，咱有时阵会袂记住，咱的上帝是一个真的上帝呢。咱的上帝是一个真的上帝。有时阵咱会感觉讲啊，细项代志毋免祈祷，我家己来就好啊吼。啊，大项代志这伤困难，上帝你可能无法度安尼吼。所以咱细项代志也毋祈祷，大项代志也毋祈祷，安尼咱是要安怎？吼，今日上帝咧对咱讲话，咱会当倚靠伊。吼，咱真正有需要安静的时刻，真需要安静的时刻。我伫访问宋长老娘的时阵有讲，伊讲伊较早甲宋长老上亲密的时间，就是因做伙灵修的时间，做伙灵修的时刻。伊佮讲宋长老逐工拢有30分钟的安静。这就是伊为虾米会当亲像常青树安尼服侍工作，拢真有气力的来源，就是伊拢伫上帝面前安静，听上帝的声。伊真正就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，照时来结果子，伊的叶也无打去，因为逐工来亲近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邀请大家当来参加祈祷会，我感觉主日的祈祷会拢是真帮助我、真鼓励我的时间。伫即个短短时间内面，而且来安静，而且来享受主的同在。有时阵规工拢真无用，但是我感觉即个敬拜的时间是一天的开始，敬拜的开始来听上帝话。最后要甲大家分享的是，上帝的声会伫倒位？头拄有讲上帝的声、圣神的声是轻佮细声，定定拢是伫迄个至微细的所在，是伫上软弱的兄弟姊妹的身上，这个声真无注意就会忽略去。所以耶稣定定讲，有耳孔通听的安怎？着听。咱应该忠心、积极来注意圣神所讲轻佮细声。当责任来临的时阵，当主启示你、鼓励你的时阵，你是毋是愿意行出迄个真舒适的所在，踏出舒适的环境，互咱每一个人拢对上帝讲，请讲，你的萝卜在听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你的话对阮来启示、来帮助，互阮有耳孔的着听，互阮用阮的头壳来听、来思想、来分别。求主帮助阮用心来听，用阮的态度来听，互阮知影你是至圣的上帝，阮是你的奴仆。听是服侍的第一步，抑个圣神你到今仔日有缘在对阮讲话，有缘在对阮讲你轻佮细声。感谢主的听，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